去听中文，因为听中文有只物件就是无去啊，就绝对是无去啊。啊，像阮即种诶，阮伫一项内底，阮搁爱做投资诶，阮绝对是拢是听英语啊。你若住伫台湾当内底凊彩你啊，你看你要听什么？你要听对即种语言其实拢种无共款。啊，明仔载就是Lisa嘛，Lisa来听，其实你会使搁比较看卖。啊，毋过我是其实也要甲恁讲啊，其实这两个人拢足爱台湾。Morgan，多谢你分享吼。OK， 拄则本来想讲甲你问一下，你是伫倒位吼？歹势，你若无方便不要紧。我会使甲你讲啊，我伫迄个 DC 这边啊。OK， 你伫美东这边吼。阮差不多阮伫个每一个美国时间是每一个礼拜，一礼拜有差不多3天啊4天吼。阮的暗时啊，美国时间美东暗时啊，差不多9点半。开始到10点半，读1点钟的台语字，你若有兴趣，会当欢迎你来听啦吼。无一定讲一定爱其实拢我咧讲尔，主要是我咧读啦吼。阮即马咧读的主要是读列兰家写日志吼，是台湾历史、荷兰时代历史的即个列兰家写日志，第一手的翻译过啦，应该算第2手的即个历史文献。阮伫读一日读，啊，你若有兴趣再来和阮斗阵读。当然，相反嘛是有。然后拄着袂晓台语嘛，加减学一寡吼，所以是足好诶，即个学习诶机会。毋是干那我学习吼，所有诶人来参与诶，拢会当得着吼，所以真欢迎你来参与安尼吼。当然足无用诶，伫暗时啊，搁下班了辛苦啦吼。阮毋通误会吼，伫阮即个房间内底绝对毋是讲用语言来做分化，讲你是敌人，你不要讲台语就敌人，无阮从来毋捌安尼讲。阮伫我相信所有来我即个房间的人，拢知影我已经建立一个足在一个基础伫遮，就是讲基本上你方向要了解，就是你有认同台湾国，你才是我的动机，就是讲你心内你有即个方向，安尼咱才有法度同齐斗阵行咧。你当你甲台湾国当作是无要紧的物件，安尼真歹势，可能就即只可能无需要无。你来嘛，感觉对你来讲无啥物帮助安尼吼，所以我当然歹势，我讲即个你毋是针对个某个人，我是针对所有入来的人。其实阮从来毋捌伫个语言上来做即个分化即个工吼，因为阮知影讲，阮需要是力量，阮需要足侪人支持阮。但是语言我足坚持吼，所以嘛，大家嘛知影，我足坚持伫我遮，我就是讲台语。我袂晓讲，我嘛尽量想办法去现字典、去现词典来测出来。这理由讲个太随便了，我就袂搁加讲吼。包括拄则一开始的时候，我都讲。你的口音有一寡新竹音咧，海口音是安尼。是啊，我就是新竹人，我台北人嘿。台北诶，一个好枕头安尼吼，所以阮拢讲东华腔真好啊，真好，会当听出腔口吼。但是你对这个语言认捌到一个程度我了解啦，我台湾人咧，开玩笑，你甲我骗那有可能啊？台湾都有足侪客人，足侪原住民哦，所以因无一定知影吼。OK。无因就知，咱会使讲伊毋是台湾人，无啦，真开玩笑啦。所以台湾国绝对是无问题，因为即种物件其实这是未来嘛，对不对？这绝对是安尼。毋过我是感觉是安尼啦，应该是讲，咱应该甲较侪人甲包含入来，甲包含入来。咱若看讲有个人意见甲咱无共款的吼，就开始甲人笑嘛。我毋是讲你啦吼，我开始甲人笑嘛，甲人有诶无诶啊，有当啊搁揪人来吼开始咧冤家有诶无？其实即种物件对即个讨论哦，对所有台湾国诶讨论其實是无幫助诶。基本上，阮住伫外國诶人吼，其實阮知影講，即種物件到底會使成還是當成啊？基本上會入來我房間誒，伊若聽無台語誒，就已經即種人就是已經一半無可能會入來。伊不要講台語，伊入來甚至就聽無吼。就算伊聽有吼，伊要和我冤家，我冤袂落。
所以即种机会较少啦吼。啊，但是偏偏是讲河洛吼，我即摆讲河洛，讲闽南语吼，我相信有诶是对福州来，对福州来，对福建来吼，对泉州、对漳州来吼，或者是对马来西亚、对新加坡来吼。啊，因迄个大中华意识足强烈咧吼，你看到大陆伊嘛足，伊嘛是规北都好诶迄种，嘛是有可能啊。你话要喊我按加吼，你若拄着啦吼，大家再小甲我压一下吼，我诶时阵小甲按来一下，小甲按来一下吼，啊无真正去冤家吼。我是感觉吼，咱会使讲台湾话，咱会讲荷兰话，其实帮助足济。我以前足早以前去迄个新加坡、去马来西亚、去印尼遐佚佗，拢拄着足济迄个共阮讲咱迄个语言讲福建话嘛。对。其实咱拢会使通，大部分拢会使通诶。是。啊，佮另外讲，像你头仔讲，你住伫伫北去啊，我会使听一寡迄个客话啦。啊，其实我伊边嘛是有客人嘛，对吧？伊边嘛有客人，其实即种讲诶语言诶物件，其实知影愈济是愈好。啊，你若伫台湾，啊，咱讲咱台湾人，当然咱来讲共款诶话嘛。啊，即种讲起来就较亲嘛，对吧？啊，两个人较亲，啊，这毋是干那台湾，其实毋是要干那台湾。你去迄个东南亚迄边，你嘛是共款。你若是讲福建话，伊迄边福建话，还是迄个讲客话，其实两个人足亲诶，就咱亲情共款，咱亲情啊。即种物件就是迄个足富裕诶嘛。即种人甲人之间诶迄种情感诶维持，就是本来就是安尼啊，对。歹势，阮开房是跟一直拢是差不多1点钟就关房吼，所以时间已经差不多到。啊，嘛有拄则迄所讲的，我就是简单回答一，就是讲，伫黄仁勋伊的心内看法，伊即种无受过支那化苦毒过的吼，在因心内你看足直接的，伊认为讲伫台湾啊，就是我讲的英语是外国话，对台湾人来讲应该是外国话，对你台湾人来讲应该是台湾就是河洛啦。当然伊本身是讲台湾话吼，台湾话才是恁本身应该，恁即个国家，恁即个在地的即个人所应该本土的语言，恁家己的语言，your language 吼，你的语言就应该是台语吼。所以拄则所讲的迄种反应，对伊的反应就是安尼足简单嘛。我认为我讲英语是外国话，对恁来讲是外国话。讲台语对你来讲是恁本国的语言，啊，所以伊反应就是安尼吼。啊，但是即嘛毋是，即嘛所有经过支那化的台湾人的反应毋是安尼吼。所以对因来讲，迄拢是因意料之外吼。迄个你讲迄个 podcast 吼，因咧想法其实拢足变态吼。我讲的变态就足变态吼。即嘛台湾即种变态、即种思想、即种思考、即种观念，其实变做一种正常，即是足变态即种情况。好，咱时间到，咱关房，我欢迎各位下礼拜差不多共我即个时间再去我遮再去时啊，台湾时间暗时啊9点的时阵。另外是咱每一个礼拜我拄则讲过，迄个时间吼，咱有咧读即个咱遮写日志来认捌台湾吼，来认捌台湾历史，来学台语安尼吼。咱继续做即个打造台湾国族意识即个工，感谢各位，咱关房。各位啊，今仔平安，再会。